般的忍耐。你恐怕碰到的是很多不一样的人，你就用各种的教训，你要不对要责备他，走错了要警戒他，然后他讲要劝勉他。神要我们用的方法呢是这样，而不是要去责备的。那有时候为了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呢，甚至不是用当面去跟他讲，甚至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去做。圣经中间有很多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耶稣在井边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方法。他明明知道这个妇人已经犯了奸淫罪，但是他不指出，但是后来他自己也知道知错了。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2节到31节是向雅典人来传福音的，他看到到处都是庙，甚至有一个庙写着未认识之神，他就由这一点切入。我告诉你们，你们有一个神真的不认识，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会讲说你们怎么这么笨，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用很多种方法呢，在讲的以斯帖，他的犹太人整个主要被哈曼灭掉，设计把他灭掉之后，他如何经过两次的这种晚宴邀请王跟哈曼来的时候，就将这件事情解决掉了。所以有时候不是当面，你为什么这样子？哈曼，你为什么要灭我们犹太人呢？No， 他是用一个很间接的方法，所以我们祈求神呢，能够赏赐我们智慧呢，去分辨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向哪一个人用何种方式来处理像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是盼望是这样，双方面对面来谈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有时候也是希望要有第三者的介入，反而会比较好。圣经中间呢也有好几个例子。这边至少写了3个例子，是由雅各跟以扫，因为雅各曾经用一个红豆汤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得了这个长子的身份之后，所以他怕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哥哥会杀他，他派了3批的人在他面前，仆人带着大量的礼物，有3批，然后去见他的哥哥，告诉他，你弟弟在后面来，这是我们的敬意，要奉献给你的。雅各在自己明明他在讲说，他希望借着这样能够消他哥哥的恨，确实也是达到了。约瑟跟哥哥们，约瑟被哥哥卖了，后来他们因为做了宰相，他们为了粮食的原因碰面之后，哥哥们知道是约瑟之后开始害怕了，怕他会去报复，所以就派人在创世纪第50章第16节，他们找人去说情，盼望约瑟不要记起以前所有这个恨。当然约瑟也不是因为他讲这个人去讲的原因就饶恕了他们，但是这个事情也得到圆满的解决。大卫跟拿巴甚至侮辱了大卫。大卫是谁啊？耶西是谁啊？我怎么可以把东西给这个在外面逃跑的这些仆人呢？大卫想要去杀拿巴的整个家庭，后来他的太太亚比该非常有智慧，去为他丈夫收情，就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是冲突发生，我们需要面对面解决是最好方法，因为它不会有产生的一些八卦、一些别人加的话、原因这些等等。但是有时候却需要有人来帮忙我们做。甚至在现代社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有第三者的介入呢，会比较好一点。像这个有言语上，我们有些人是走火笨舌的人，不太会讲话，或是讲起话很冲，或是怎样想要和解，怎么和解？越讲反而越闹得越僵。身份地位、影响力完全差距太大的人，根本不对等，怎么办？说不定你来谈，我都觉得说你在看不起我，你用这个身份不对等来跟我谈，是会引起这样的误会等等这样，甚至有文化传统的不一样的考量。或有你假定找一个跟他关系更好的人去跟他谈的时候，好像更能够来说服对方，更能够让对方放下这个防卫的心，或者是甚至是两个人本来就是有施暴、有暴力的情形的时候，你让他两个人单独去面谈，怎么可能呢？事情会更严重，等等这些有面子问题等等这些，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需要有智慧去思考，我们愿意来跟别人一起解决问题。我愿意去温柔挽回，我愿意去跟他谈，但是我要怎么谈呢？有时候需要第三者，
但是有时候是自己应该，我们求神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这是第一个。当对方得罪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尽办法，不管是自己或者是透过第三者，能够去面对这件事情，才有不要让它产生更严重的这个后果出现。第二种情形呢，当你没有去谈的时候，有可能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存在，就是为避免没有亲自面对面真诚认错、彼此饶恕所造成的这些后果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谈。我们从圣经节里面历史的教训呢，告诉我们，大卫跟押沙龙，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这旧约中有很多这方面，其实你注意看看他们记载之后，这成有很大的帮助。他用事实来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待人处事中间，有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押沙龙因为他的妹子被强暴了，被同父异母的强暴之后，想尽办法就杀死了那一个人，后来就逃跑了。因为这些同样都是大卫的儿子，大卫他有太多太太，就生了很多同父异母的，就他们里面不和，产生这些事情。后来大卫就不让押沙龙回来，但是一直放逐在外面也不是啊，不是办法。有人就劝他，他说好，那你回来吧，回来耶路撒冷，但是我不跟你见面。经过2年之后呢，押沙龙又想尽办法，又跟大卫见面，但是大卫也是有见面，不过没有很好的互动，也没有为了前面所犯下的这些错呢，有很好的处理。这个疙瘩而不饶恕、苦毒继续存在在2个人之间。后来押沙龙就怎样叛变了大卫。他爸爸是国王，他竟然想尽办法另外成立一个要推翻他的爸爸。父子之间竟然产生这样的关系。要是当初第三者在中间撮合他们2个人的时候，能够将这事情好好的讲完，而且彼此之间有赦免，彼此之间有饶恕，要是没有这种苦毒存在，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不会又引起战争，又死了多少人。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例子。第二个我们看到事件跟雅各，记载在创世纪34章里面也提到，事件的人用强暴的方式强暴了雅各的女儿，他的弟兄们就非常的不高兴，就假装要跟他要娶她，因为他是喜欢她，要娶她。好，我们就跟你结婚，但是我们不跟没有割礼的人结婚，所以你们全族都要割礼。他们也同意了，因为他很喜爱这个女孩子，是用了不好的方法而已。结果当他们割礼，正在身体不舒适的时候，他们弟兄就将所有的男人全部杀死掉。这也是一样，一件冲突、一件犯罪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之后，它所产生的后果就这么样子的大，整组的男丁都被杀死了。上帝他不要我们，他要我们人之间保持非常亲近的关系，不是远距离的关系，也不是要透过第三者。最好的关系、真诚的关系，乃是要1对1的这种个人的沟通。因为上帝跟摩西他就是这样子，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和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当耶和华，当神，他想要向人表示他对他们爱他们，他愿意照顾他们，他愿意照顾我自己的选民百姓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我面对面跟你谈，就跟人跟朋友一样子。他也希望我们跟人冲突的时候呢，也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好的面对面来谈。但约翰2书的第12节就甚至谈到说怎样，我还有许多事要写信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的眼里面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神更盼望我们是这样面对面谈，不要因为我们没有去谈之后，就有很多很大的问题就产生了。像刚才所看到的这几个例子，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需要能够第三者来帮助，但是他们帮助他只不过起个头之后，最后的目标呢，乃是应该是我们要双方面能够面对面彼此表达悔意，互相认罪，并求饶恕。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经历在神面前的恩典跟他的和解。
有第三者介入通常是好，但最后也是两个人必须要去面对，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必须要去跟对方来谈，不要让这个冲突呢产生非常大的这种不良的后果出来。妈，你大声一点吧。第三个原因呢，乃是当对方对你有疙瘩的时候。所以疙瘩是什么？疙瘩就是你们好像这一块这个心中有什么东西在让你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原来这不一定会有冲突，或者是以前有冲突也好，但是已经很久了，你根本就不记得了。但是你对某一个人，对他开始不满，对他不同意，对他觉得我就看就不顺眼，这就是一种疙瘩。当你觉得哪一个人对你有疙瘩的时候，有该有的时阵，你就应该呢要去跟他谈。这里面甚至告诉我们，纵使你知道对方哪一个人对你是有意见，但是明明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东西都不是你的问题，原来是对方所产生的误解也好，或是他根本就是不明白之下，他就误解了我，他认为完全错都是在对方，不是在我啊。我有必要主动去跟他和解吗？神告诉我们要主动去寻求和解，因为在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上，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当弟兄向你怀怨，你当场没有什么冲突，但是你知道哪一个人他其实对你很有意见。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几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去呢？第一个呢，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怀怨呢，并没有说合理或不合理的怀怨，就是他有怀怨就对了。他对你有意见，这意见到底合理不合理不知道，但是有的话就会伤害到彼此的关系。第二个，这是耶稣的命令。第三个呢，我们要是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更能够强化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见证。第四，当我们诚实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平安，不只是我们有，对方也会有更大的平安。第五呢，你可能会发现到你自己没有察觉到的罪，因为我们常常都站在自己立场，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梁木有这么大呢，不管它是小棒子也好，也是有错啊，但是我们常常看不到。所以神要我们去谈，虽然我们觉得完全我们没有什么错误，其实一定有某种错误存在，要我们去察觉到，同时呢，让我们有机会呢，能够去了解，帮助对方来了解这个误会到底是如何。出发点呢，我们必须要正确。我们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很苦闷那样说，我来帮助你苦闷，把你的苦闷解决掉，并不是。他是要出于爱，然后寻求跟对方的和解，而且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来着想的。当你觉得对方有疙瘩的时候，你必须要出于爱而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出于你有这种优越感一样。同时，刚刚讲的理由中间也少掉一个理由：苦毒。苦毒跟怨恨呢，不饶恕呢，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罪呢。因为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第2节，当我们有苦毒，当我们有罪恶的时候，神就不愿意听我们的话，我们就跟神隔绝了。不是神不愿意帮助我们，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跟神来隔离。什么是我们的罪孽呢？当你心中有苦毒的时候，当你有愤怒的时候，当你有不饶恕的时候，你就是有罪了，你就跟神隔离了。虽然你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对方明明对你不满，这个不满越想越久，越来越累积的时候，他就产生了苦毒，就是产生了愤怒。他看到你就不喜乐了，他已经跟神隔离了。而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你可以讲解，严格讲是他自己引起的，但是是因为我们而引起的。第二个呢？这个罪呢，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会像那个酸一样，会侵蚀我们的身心灵，之后还留下了这样
伤疤、疤痕还留在那个地方。在诗篇73篇的21节到22节里面，大卫他所讲的，